你知唔知道其實唔使下下節食都有方法去降體脂呢？好多香港人食嘢都好快，但係其實進食時間最好要有20分鐘以上，而且唔好即刻去扒飯喎。最好先食菜，再到蛋白質，最後先食澱粉類。咁樣慢慢食，有次序咁樣食，血糖水平冇飆升得咁快，咁就唔會咁容易儲脂肪啦。另外，我哋要揀一啲優質蛋白質同埋原型食物，去取代一啲冇乜營養又重碳水嘅食材，例如係魚蛋、墨魚丸、蟹柳呢啲。同埋好多時令我哋易肥嘅並唔係嗰個食材本身，而係醬汁入邊含有好多糖分。大家出街食飯好多時都係重碳水，蛋白質少又冇乜營養，所以好多人都知減肥係要調整呢方面嘅。但係我就唔建議大家完全唔食飯喎，尤其係腸胃特別差啦，或者體質虛弱嘅病人。好多時我見呢啲 case 咧，越係戒晒碳水、戒飯唔食，反而仲難減肥，而且個人皮膚睇落去仲謝啲添。大家可以用以下呢一個嘅飲食比例，咁就可以健康得嚟又飽肚啦。